喺呢個信息萬變、充滿無數誘惑嘅時代，我哋每日都面對住各種艱難嘅抉擇。生活就好似行緊一條佈滿迷霧嘅道路，有時會感到無比迷茫同無助，唔知道邊條路先係真正通往平安、喜樂同永恆嘅方向，內心掙扎從未停止過。然而，喺呢個看似紛亂而複雜嘅世界裏面，其實有一個永恆不變、最穩固嘅基石可以俾我哋全心全意咁依靠同信賴。聖經喺民數記16章5節清楚咁話我哋，耶和華必指示誰是屬他嘅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極大嘅安慰，更係一個永恆不變嘅應許，俾咗我哋巨大嘅希望。所以，我哋應該選擇真心去敬畏神，因為呢個選擇就係揀選咗一份最真誠嘅謙卑態度，同埋一種由內心深處散發出嚟嘅聖潔生命。呢份來自神嘅無私大愛，會時刻指引我哋人生嘅每一步，令我哋生命變得更加豐盛，充滿真正嘅意義，同時亦帶來難以言喻嘅平安與無盡喜樂。